第二季有明星来拼场咯，咱来读读小台语，斗阵小台语。今仔日嘛是我最想要问我阿嬷一个问题，阿嬷，你哪会无要管管你的后生？咱来欢迎吴宗宪。大哥大姐，嘿，阿啦，这员工目前长度60斤啊60无要紧，无紧跳。这是过年的特别节目。你选伊选煞，第二个佫无选过。你啊，你这歹势，我来点算无？你来看，我头拄是不是有讲？阿嬷，你即马你为什么无要管你的后生哈？你甲恁爸点起。碰过，你若有欠钱，嘛使来比赛。欢迎后局选手碰哥。你怎知影变数哩哒？家己，你要去放一波来照看下。查囡仔就是徛在高台端坐跟螺丝栓哈，这款囡仔就是安尼啦吼。想当初时哦，你做嘛若莫怀胎10个月哦，不如生一个鸡卵煎煎煮煮食食，恁爸囡仔嘛免出气咯。老师，你个饲唔到伊啊？你饲唔到去啊？你安尼胃头到尾拢饲唔到老伊。师你是差吗？我安尼这个是自闭为怀。哦，你哪个做比爱啊？啊，你哪冤枉啊？冤枉啊！伊一出来迄个身材吼。有真正有小可有气，已经是身材。翠花，恁祖嘛毋是塑胶手，若是无甲我拍破啊，你就把我试看卖。不管在座的各位是什么款的身份、什么款的地位，还是什么款的卡小，咱偷偷小台语，阵容坚强，节目精彩，毋是国情啊，伫咧转。来台湾娶某，公家互你捌，最少我8角。哎呦，你若是有5点钟的时间，我即马甲你讲。哦，安尼无。你人生了真正有够吹，啊，毋过我真正听无你的工作。一直落来就会忝就会感觉讲，这敢若淡薄仔袂过关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啦吼。你伫咧路内，你个手机一直举起来咧。你甲爆了紧，无爆伊了。无，伊是安怎？伊是安怎？甲讲出来。伊白来种嘛吼。明星、梦庆、戏剧演员来比赛，到底啥人的练水花较厉害？甲第一季比起来，就好看，都就好笑的。安尼哦。我今仔日来去台蛇哦，我退出这演艺界。水。好。啊，平常时若表演了，恁拢会创啥物？我有三个人爱注意哦。啊，物件吼好用就买遮多哦，所以伊某一届就带4个啦。查某跟查咪囝招牌你嘛有哦？嘿，爱的注意，爱的注意，来，提铃铃，提铃铃。我迄阵哦，从我咧热恋哦，从我咧偷来暗记做工具，好啦。我根本就是有新闻耽误的歌手。这样甲你讲的，这样甲你讲的，这侪人拢安尼讲，点去。全新的比赛内容，全新的选手，练出台语新希望咯！真是真哦，来豆豆行，我等下坐电梯哦，坐电梯啦，等下迄个过桥哦，收紧啊啦，等你看到火紧走哦，你们即摆去死啊伊啊！啊，因看起来精神拢真好哦，我讲无2句话，因就拢困去啊。多一个人行落来，我得行面看，安尼甲相片一模一样。阮台中就是遮尔特别、遮尔高级的所在。阮食太阳饼的时阵，毋对，喂，阮无食太阳饼，太阳饼是咧骗你一寡台北爽的啦。你咧讲啥物？我无应该用个是点名单来点名，我应该哦用这个 Uber Eats 来点嘛吼。Uber Eats 应该拢点会到嘛。偷偷小台语看到希望咯。9月26号开始，每礼拜5暗时8点，读读小台语。